咱国内真欠工哦，人力银行的调查嘛指出讲，有将近70%业者拢有欠工的压力。调查嘛显示讲，工作时间上长，搁有拜六礼拜爱轮班，薪水较低，这拢是原因。 目前缺工的主要原因，当然第一，年轻人求职的意向改变；再来少子化，还有餐饮业呢，普遍给大家工时比较长，而且假日还要轮班这样子的印象。同时呢，在薪资的部分比较不具有竞争力。餐饮业真的还蛮辛苦的，时间要拉很长，然后薪水有些可能就是在没有一个就天花板很低啊。那后来其实有接触到活动相关，发现其实时薪蛮高的。然后再就是因为我的个性很爱交朋友。 金小姐表示讲，当初因为餐饮业务薪水较低，所以换去店场来做事咯。人力银行调查嘛指出讲，餐饮业一个月薪水平均只有34800外块，将近90%是无到4万块。所以目前哦，餐饮业相关的工课是有13万笔工作机会，所以欠工是真严重。